台湾行政院针对国会一款修法提出复议，总统府伫中昼表示讲，总统赖清德已经许可伫早起11点嘛，甲公文送去行政院。行政院长邓英台是表示讲，会按照程序来行，希望讲有机会会当来向立委清楚来说明。因为立法院上紧18就要针对复议案来表决，那伫定夜拢准备要下乡去宣讲哦。6月15，两党拢拄好伫台南有办活动。 行政院针对立法院国会这款修法提出复议，总统府表示，总统赖清德已经准啦。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，煞会照程序来处理，也敢要亲身去到立法院说明。邓英台是强调尊重国会决定，希望有机会向立委搁再表明立场。我也很希望有机会、有时间，能够向委员们来更清楚地表达行政院的立场。那么两院来再度启动一种宪政秩序的互动。在等总统府移请我们立法院来来做这个审议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收到。依正常状况，今天应该会送到了，所以在明天的程序委员会，我们就会把它列案。 国民党团第副书记长林书明表示，后礼拜就要处理复议表决，也团讲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，6月12日中常会就要下动员令，专台宣讲，加强网络社群和青年的沟通，要甲国会这款修法变互平盘。 陆军、空军齐发并进，也就是我们持续的在社群作战上强化论述。虽然民进党只有51个席次居于少数，但是我们拥有无限大的隐形席次。 民进党规划清了落乡，要争取民众支持复议案。第一场6月14经伫花莲，15选伫台南。今后国民党嘛要伫全国22个县市街头宣讲反制。第一场6月15拄好嘛伫咧台南，准备甲民进党来一个面对面的对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